是多一呀金嘛，那也无奈何啊！看见草啊死，我是乱心啊错啊！放起来啦！万军主啊水呀，别该落水用啊，老几家呀为超过啊。你呀，那个个万军主帅呢？哈，哎呦，你看你面有面结，跟木质嘛不跌，俺敢看的。冇办法，你唔答应我呀，我受冇得实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哎呦，答应你啦，给什么你呀？该你，我实实了，保护俺呀，出上来去。说得，可以可以。来你啦，大怎啊？来你啦，关上。奉天射龙本爱可，王大此国谁爱做？并咪渐渐立高度，得罪爱听，新面目。本系升起神兄地位，万岁也看中我家唔义，嫌他已经做了脱发施救。万岁对我家唔义做的讲，十分嘅疼爱，有求必应，受到我家唔义的应，我甘愿献同。本系神兄地位。家天国冲，官太世太，威风凛凛，骂人家唔像爱，我本人人头落地。今日时刻几多，应当送了今天判了身送，来人啊！哦，我大口气行，起而走。一人之下，万人颂，荣华富贵看不忘，士兵开路惊天梦。
本国师潘生说。真是无讲起。哎呀，马萨係你愛碰碰，無吹條唔成功。清福，你唔好叫我，愛無碰碰，愛當成功。愛嘅全身無兒童，嘅口是就冇人很採用。兩下頭那愛變空。今日你幸運來講，乖乖將好運從，是你那多點為公。好，愛看娘嘅。來。铜鑼上砰砰滾，老安嘅合照，清福，佢可那咧，喺馬上按下擺，我來看呀。哦，就是哈，喺nhà嘅阿太啊，林桂聰，哈，原來係兩隻老健神啊！等起來，好。來人啊！開路往前。起兵國昌，金水橋上有人當路。哦，下橋。安太淡，感動本國昌嘅路。當路嘅人，就興愛。哦，嚟挖到去馬沙，原來係秦夢兒啊！係啊，四隻太興愛啦。阿太就阿太，乜解四隻太，都唔好談。哎呦！你那唔係次次係阿太？就係林國昌啲噃。阿娘妹，我愛奉公做四家，阿你沒四家太麼？來，呀先，你看那一般橋怎結法？去順條了，我哋也係8點就可以講的。勁忙啊！阿太，聽嘢路愛冇去當哦，愛係條故意，當嘢路。好。乜解意思？阿太，愛風采
材料金水口档，标到1.5米诶，啊本也通路上下去，10条提起的啦。哦，也简单，阿太陪伊就去。三军，猜，叔叔下机去，买咱南阳这个阵来，抬了秦梦。哈，要得，阿太，你去陪我一篮跟南用之的哦，穿到咧，穿到咧，穿到咧，我来穿到诶。你迄无通讲通到遐哈？啊？通嘛？阿太讲，要陪我一篮啊哈！佢講生意呢哈，你出去考生意，還出去跳啊？啊？一籃呢？按用板講，出去考生啊？你比佢南陽姐起碼間年啊？唔知啊？南陽姐啊，哈，佢大家講係戇跳戇樣嘅啦。哈，佢啊，無見事嘛，跳舞那個人買，偏偏買嘅南陽姐愛陪伊，佢呀，係講你老嘅南陽姐強樣戇跳戇面哦。哈，按扣分，你要老眼神，看南陽班上市的。哎，你用啥啲咁樣講乜嘅東西啊？哦，冇啦，阿太，我冇去南陽節的，你乜解咧？因為方才我釣到係無窮用，係因為起乜解鉗咧？嘅啊哈，因為有3粒條，有9爬妹，嘅金色靈，阿太，我只係雞妹，我冇配妹。哼，安用啊！不過今年已經走鐵咧，我奈威錢啊！阿太，你再跳下去，人係做做來啊！有理，小軍，係你用3件下去，你到秦夢聽住那個唔係作陣來，要得，等下，阿太，有用辦咯。阿太，兩米5誒，係你下次要去嘅，我跳下去嘅人，係你張臭吧？亂來！啊，通通一隻鬼蟲之位，你喺我跳下去金水池上做唔嘅，生何體統？阿太，一人做事，一人擔當，阿你是按落誒，2塊土里，阿你敢唔知啊？哦，我看你是的，你啊秦夢啊，根本啲找我麻煩，暗用也唔好，暗用也唔好，都在用完。前日嘅麻煩用誒，今天你那麼跳下去，你就唔是想要對倆為國。好，秦夢你小小年紀，膽太包天，敢對一個的鬼蟲如此無禮啊！鬼蟲，你那鬼蟲會硬愛啊！今年嘅鬼蟲係有其他嘅，有買了不起，我還係奉鐵金孫呢。喂，苗頭頭鐵，人係跳下去。哎呀，人家小書生，人家根本就做事人家冇人到就欠人修理啊！你罵我就算呢，連我要你也罵哈！你真係是唔會落，是唔會說落眼神。你蘇也唔會落群第一，所以嘅鬼蟲，你也先同我奉公，靠我奉公4條，閻王人、欺負人、害死人，你係一個忠言不發嘅落眼神。你好膽就講一擺，我講啊，騙人咯，係吃人咯，連一條塞落去啦。還有騙人時係吃人怕，啊就唔係，你一定包小事啦。老先生，你要打我呀？大錢大碗。
人上的呀！做事也要莫因高调笑出声。两口粪！嘿菜送甜味葱，用花富贵用细姜，只盼用得万岁葱。朝朝用心盼花用，陪盼往心不稀空。细姜娘娘，细姜娘娘，细姜娘娘啊，事情不好了！内世间发生何事？一次给风中呢？军师报说，郭昌基死了。文堂儿，小事啊，分别非呀。我呀，来是啊，太亏，太亏。夫妻风儿恩情啊，恩是何呀？眼光数年啊，万富贵，万富贵。那时间，我也一空空缺，为何父爷以命来望嘞？唐说啊，水冲的军师讲，佢冲金国给水口的时节，因讲老脚趾前往发生口角，咱们前往上上特死啊！原来是前往了小出生啊！都在我家父亲以后言何数，也个下次吐书，也个杀父之术，我听爱讨悔。万岁进宫！万岁进宫，快快严家。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我做主啊！
你老光人讲，光人一定会为你做主啊！万岁，我家父亲命来死了。啊！国冲计谋，无言事故，国冲为何会来死呢？不该启蒙，认真小考事情，医了父亲，医了口角，上来上上提示父亲，万岁因我做主啊！事事动真。好，既然是安永人，你虽光人，今天请起，光人必听，万人一概共同。为国立家行，数年过去无音信，本将用心来教训，孟子善良是父亲，今朝无堂之意的生意，可能用功有真心。